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96天。此前，俄军在10天内攻势越来越弱，但是从昨天开始俄军的攻势再次加强，或许是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一系列言论利好的消息影响，也就是说，特朗普以及他们团伙他们的言论好像是一剂兴奋剂打在这个俄罗斯人的身上，俄罗斯人打了鸡血。不仅克里姆林宫变得越发强硬，俄军也加强了在前线的攻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报告宣称，与最近几周相比，俄军在整个前线都变得更加活跃。截至昨晚10点，整个前线当天已经发生了至少250起冲突。克里姆林宫似乎在通过各种手段向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有利于克里姆林宫停战协议。对切尔诺贝利施工的攻击以及在前线攻击强度增加，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俄军不在乎士兵的和装备的损失，也就是说，俄军用凶猛的攻势配合特朗普阵营的对乌克兰的施压，达到让乌克兰屈服的目的，但是他们不会得逞。乌克兰空军对俄罗斯库尔斯克一个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俄军第28摩步旅第60步兵营的一个无人机发射场被完全摧毁，乌军第225独立突击营的几名士兵遭到一群俄军的围攻，他们召唤了一辆附近的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前来援救。这个布莱德利战车咱们以前看过，火力非常猛，链式机关炮一边前进一边使用25毫米机关炮猛烈开火，停到房屋前还释放了烟雾弹，最后带着撤离的乌军士兵安全撤出战斗。根据这个凤凰卫视的说法，库尔斯克决战在即，俄乌两军集结兵力，说乌军利用低空优势欲断俄军顿巴斯前线补给。这是凤凰卫视的卢宇光报道，他说，在顿巴斯中线的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无人机控制了前线30公里纵深的低空权，俄军的推进有所放缓。上周末，正当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北翼叫塞利多夫以北推进时，乌军无人机向10公里内的俄军突击队实施了绝对优势的超低空飞行打击。乌军无人机还以炮火封锁态势，对正在监视和限制的地面所有通信目标实施甄别、定点和1对1精准打击。这个凤凰卫视说，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巴斯部分前线掌握了低空优势，乌军的战法是先集中无人机的火力，对俄方向前线补给的运输工具展开有针对性的搜捕，迫使俄军不得不将补给给平台，从过去的大卡车编队转移到了皮卡、民用面包和小乘用车上，甚至用驴往前线驮这些补给。但在实战过程中，乌军又找到了俄军的弱点，结果在许多地区，俄军已经到了无法使用小型装备的地步，俄军不得不在主要通道上架设反无人机网，俄军或者使用人力和马车，靠人力和动物运输10至20公里的来回。既然卢宇光都这么说了，那恐怕是说明乌军的无人机给俄军的后勤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个乌克兰的第60旅发布的视频说现在俄罗斯人积极使用反无人机斗篷，就是在装甲车、坦克上面还有运输车辆上面加装斗篷，希望获得优势。但在运动中，这种伪装只会更加容易暴露他们的轮廓在光学仪器上清晰可见，特别是暴露的区域能够在热成像设备中发光，这让第60旅的乌克兰侦察兵迅速侦测到这些隐形的敌人，并将其歼灭。也就是说，在那些运输设备上面加装反无人机斗篷，有利有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乌克兰人呢，他们根据前线的这些变化，也不时时的在调整他们无人机策略。根据这个财联社报道说，俄罗斯里海管道集团通报称，该集团下属一个输油泵站
遭无人机袭击受伤。目前管道系统启用了绕过该泵站的水油路线，水油量有所下降。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17日凌晨起，俄军防空系统在亚速海海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克里米亚地区、黑海水域、比尔格莱德州等地共击落9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双方在前线的一些战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2025年2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准备允许欧洲国家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便随后转交给乌克兰。这一决定将使乌克兰即使在华盛顿直接军事支持减少的情况下，也能获得美国武器。在与白宫与记者的交谈中，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可能授予此类许可，总统肯定地回答道：“是的，我会这么做。”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考克塞斯他又说，特朗普政府希望欧洲盟友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他指出，未来应由欧洲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和非致命性援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特朗普政府还是以利益为导向。你也不能说特朗普错了，援助乌克兰他是不免费援助，你们欧洲人掏钱买完这个送给乌克兰，这个无非就是钱的问题。反正武器最后到乌克兰，乌克兰用来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关键谁出钱？特朗普已经不想出钱了，你们欧洲出钱。根据这个《世界报》报道说，希腊将把所有32架退役的 F-16战斗机移交给乌克兰，这些战斗机还要进行现代化改造，完了这个交给乌克兰。根据报道说，乌克兰已经收到丹麦、荷兰、希腊提供的 F-16共计70架。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宣布，意大利支持冯德莱恩昨天提出的将军费开支从欧盟国家赤字上限 3% 中剔除的提议。以前欧盟国家军费的上限是 3%， 这是上限天花板。冯德莱恩提欧盟国家把 3% 的军费上限给它取消掉。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响应。彭博社报道说欧洲正在为乌克兰准备新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援助计划，该方案很可能在本月底提出。这个英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派遣英国军队，以确保与俄罗斯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的实施。他在《每日电讯报》的文章中强调，这一举措是加强乌克兰以及整个欧洲大陆安全努力的一部分。斯塔默指出英国已经拨款每年30亿英镑，用于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直至2030年。他认为，确保乌克兰安全还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包括可能在其领土上部署英国部队。这个斯塔默强调，冲突的结束不应成为可能的新军事行动之前的暂时停顿，和平是通过力量实现的，但反之亦然，软弱导致战争。他指出呼吁欧洲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大陆稳定和安全。这个斯塔默说，英国向乌克兰派出士兵，意味着我们愿意在必要时通过在地面部署我们的部队，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深知英国军人可能面临威胁相关的责任。这个爱沙尼亚议员说，为了支持乌克兰，我们爱沙尼亚除了制裁俄罗斯，必要时还应该制裁美国和特朗普个人。这个爱沙尼亚可以，这是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那是非常坚定，不仅要制裁普京、制裁俄罗斯，还要制裁特朗普，你们这些人沆瀣一气。这个芬兰总统他说，美俄谈判绝不能重塑欧洲安全体系。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谈判绝不应该讨论对欧洲安全新的安排。芬兰与俄罗斯的边境线长达1300多公里。斯图布说，我们绝不应该为俄罗斯幻想建立一个新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秩序打开大门，让它可以拥有自己的利益范围。斯图布坚持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努力应该是不可谈判的。他还表示，西方应该在谈判前对俄罗斯施加严厉制裁，以加大压力。他补充说，欧洲国家应当支持任何可能达成停火协议，而美国则应该发挥最后的保障作用。这个芬兰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芬兰跟俄罗斯之间一个边境线很长，第二个以前苏芬战争就是这个情况，芬兰打得非常英勇，把这个苏
中打着找不着北，就像现在的乌军一样。但是由于芬兰的国力还是非常小，最后不得不以割让领土、以土地换和平。这是芬兰，它有切肤之痛。完了，它跟俄罗斯之间还有1300公里长的边境线。最近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要向普京彻底的让步啊，当然这是媒体放的消息，未必是真的。说特朗普准备把在欧洲部署的美军全部，不是说全部，就是跟俄罗斯接壤的部分，也是前东欧国家，还有波罗的海3国，这些美军全部撤到远离俄罗斯边境的，就是欧洲的腹地。那这样的芬兰部署了美军也要撤走，芬兰他当然就有压力。当然这都是传言，特朗普干出这种事也不奇怪。媒体报道说，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主席的泪水中落幕。德国外交官兼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弗·霍伊斯根在这个会议落幕仪式上说，欧盟与美国，我们的价值观不再兼容。慕尼黑安全会议最初是为了加强跨大西洋联系而创建的平台。不过他表示，在美国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后，参与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变得不那么明显。随后说着，这个主席激动地流下了愤怒、无助和悲伤的眼泪，他的声音哽咽了，无法说完。随后他走出大厅，全场起立为他鼓掌。大家看视频。Bu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ir consistent application. Let me conclude, and this becomes difficult.特朗普上台还不到1个月，整个全球的格局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个也正验证了咱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说的，这样打下去很有可能北约解散。北约解散实际上就是美国退出北约，剩下的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欧盟加上英国成立欧洲军队。泽连斯基已经喊出了要成立欧洲军队，如果你们欧洲不成立这个军队的联军呢，那么乌克兰需要组建一支150万人的军队。从此这个欧洲、美国和大国成为这世界上的三足鼎立。日本的外相岩屋一表示，不能以俄罗斯一方胜利作为俄乌冲突结束的方式，这样会向全世界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这个咱就不说了，绥靖主义结果一定是若干年以后发一场更大的战争，甚至是第3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美国恐怕不光是出钱，还要死人。那现在美国只用出钱就行，但是特朗普是个商人，他不会看那么远，他只看现在眼前的利益。所以他纠缠泽连斯基要签署稀土矿的开发问题。泽连斯基发帖，他说我们已与特朗普团队展开合作，成功是可以实现的。现在全世界都在仰望美国，因为他不仅有能力阻止战争，还能帮助确保战后和平的可靠性。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我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良好的通话，并与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罗比奥进行了实质性会晤。我们还期待克勒格尽快访问乌克兰，进一步评估局势，探索特朗普总统强有力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真正的缔造和平。这个泽连斯基还说，乌方并不掌握美国方面称将在沙特举行的美俄谈判信息，乌方不会参加该谈判，也不会承认任何谈判方达成的协议。这个美国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和俄罗斯拉夫罗夫还有一个什么乌沙夫在沙特进行会谈。根据俄罗斯方面说法，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恢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当然也要谈到俄乌停火的问题。但是欧洲还有乌克兰已经放话了，没有他们参与是不会接受特朗普和普京之间达成的这些交易。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最大的这个抱怨是什么？是他们最大的不满是什么呢？是特朗普先跟俄罗斯去谈，完了之后再跟乌克兰和欧盟去谈，欧洲国家和乌克兰他们接受不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他说美国将在可能的联合会议前分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谈判。据该电视台报道，美方计划先与俄乌代表分别进行双边会谈，然后再促成一场联合会议。消息人士表示
此举使华盛顿向双方展示其在对话中的平衡参与。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停止人员伤亡并达成持久和平，该消息人士称。然而他也强调，乌克兰代表团并未受邀参加即将在沙特举行的美俄谈判。这个特朗普他不仅说要跟俄罗斯谈，跟乌克兰谈，这个特朗普还要跟欧盟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称，说美国已向欧洲各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共计11个问题的清单，分为6类，要求他们在华盛顿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之前给出答复。美国彻底的把自己当成一个中介，就居中调停。他就问你欧洲，你愿意为俄乌之间停火，你愿意做出什么贡献，你有什么力量，你可能会做哪些事情。说俗一点，就是出钱有人来出人，你能出什么？你看，比如说他这问题说，您认为什么样的欧洲支持的安全保障或保证能够对俄罗斯形成足够的威慑，同时确保这场冲突以持久的和平解决而结束？你能提供什么保障？王来说，你认为哪些欧洲国家或者第三国能够或者愿意参与此类安排，也就是愿意出血？你认为哪些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就哪些国家必须要参加，不参加不行？说作为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贵国是否愿意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然后说，这支由欧洲主导的军队规模需要多大？这些部队将如何部署？部署在何处？以及部署多长时间？如果俄罗斯攻击这些部队，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需要准备采取什么行动？说贵国政府认为参与这些安全安排需要美国提供哪些支持？贵国政府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哪些额外的能力、设备和维持选项，以增强其谈判能力，并增加对俄罗斯的压力？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开始给欧洲这些国家摊派。以前大家一团和气，什么拉姆施泰因会议，各自认领，你们愿意捐多少，你们愿意出什么武器，基本上你自己认领。但现在特朗普不行，叫亲兄弟明算账，先让你说说你能做啥，说出来我听听，然后把大家的能做的事情汇总到一起。你们欧洲能为乌克兰做的这点事，能不能保证乌克兰的安全，能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我觉得特朗普这人，但是他是个商人，但是他这一步做的是对的。欧盟现在都在打小算盘，他一面知道大敌当前，这些他都懂。乌克兰的下一个就是东欧这个国家，最后整个欧洲无一幸免，这些道理都懂。特朗普美国要撂挑子，欧洲的安全由欧洲人自己解决，他们也懂。你说道理他都明白，但是总是雷声大雨点小。马克龙组织德国的舒尔茨，还有英国的斯塔默，还有什么意大利的、波兰的元首在巴黎参加峰会，就是讨论这个事情。问题是来讨论去能不能拧成一股绳，能不能真的团结？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武器的出武器。如果这个时候欧洲还在勾心斗角，还在算小账，那就让迪波老人呢笑掉大牙。迪波老人做梦他都没有想到有这一天。特朗普美国只要一撤出欧洲，那整个欧洲很容易就被普京叫各个击破，那怎么办？所以说欧洲能不能团结，这是最重要。如果欧洲团结了，特朗普也要挟不了欧洲。但是目前看欧洲显然还没做好准备，欧洲还是怀念在美国这个大哥的带领下，在美国保护伞的保护之下过日子，要不然这欧洲主席泪洒会场，过去的好日子不在了，岁月静好。欧洲军备松弛，毕竟有80年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关键就在欧洲有多大的诚意。乌克兰人呢，目前反抗俄罗斯侵略的这个决心是非常坚定的，毫不动摇。那现在就是援助这个，我记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咱们就说过2个条件要满，一个就是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侵略的决心，第二个就是美国的援助。这2条只要达到，俄罗斯必败。现在看有一条恐怕有问题，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这出现了变数，那就看欧洲。北约的现任秘书长吕特说，俄罗斯已经油尽灯枯，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已经把国家预算中的40%和国民收入的10%用于军事，这种情况局势那就是叫油尽灯枯。实际上这种战再打下去，再坚持个1年，俄罗斯大概率内部会造反。这个北约的前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说呢，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尚未实现，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斯特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失败，俄罗斯计划在几天内征服基辅，并在几周内占领整个乌克兰，这是战争的第4年，顿巴斯甚至还没有被占领。欧洲最大的军队仍然无法征服顿巴斯。斯特尔滕贝格指出俄罗斯战斗损失持续增加，该国经济因制裁面临严重困难。这国内媒体报道，这个中国国际能源与情研究中心他说俄罗斯石油产量因制裁面临
更大跌幅，低谷期将持续多久？今年1月，拜登政府对俄实施最后一轮制裁，影响俄石油产业，各方对俄石油产量预测不一，俄出口收入因制裁上涨。特朗普与普京通话，美或解除对俄能源制裁，也就是拜登临下台之前给俄罗斯这一次制裁，那打击还是很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特朗普团队对俄乌停火这个事情，就他们一个团队说的都有出入，而且昨天说的和今天说的又不一样，这充分说明特朗普东一榔头西一棒，到处施压。昨天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已经同意了给美国5000亿美元的合同，就是稀土。结果在慕尼黑会议上，特朗普失算了，就这个泽连斯基他拒绝签，人家找了个理说我给你签了，那也保护不了，对吧？你得派军队来保护。特朗普说俄乌双方的代表都会在慕尼黑会面。这网上有传言，不是 N 多年以后，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一架美军的飞机飞到莫斯科，是军机就飞向慕尼黑。很多人传言说这个是美国专门派一架军机到莫斯科，接上俄罗斯的这五夫伊娃这些头头脑脑到慕尼黑跟乌克兰直接见面。因为俄罗斯在打仗，俄罗斯上空飞机是禁飞，边界很危险，所以特朗普专门派美国军机去执行这个任务。当然这是传言。结果今天乌克兰方面表示我没有这个计划，也就是乌克兰根本就没打算跟俄罗斯人会谈。欧洲表态说任何快速达成的协议都是肮脏的背叛，也就是特朗普说的话就完全不靠谱。昨天美国的国防部长海克萨斯他说乌克兰必须接受当前的现实，也就是说你得接受俄罗斯占领的那就实际控制线停火，也就是乌克兰要失去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结果今天媒体又找美国的国防部长核实，结果海克萨斯说我没有，我不是，不要乱传谣言，自己说过的话他都不认了。所以说这个团队特朗普不靠谱，他这个团队也不靠谱。特朗普说的话大家听一听就好，还得最终看他怎么做。到现在为止他方案还没拿出来。特朗普找了一些80后，这纯粹是川粉，对特朗普表现出无限忠诚，强烈的看齐意识。离开了特朗普他就不会说话，言必称特朗普总统，这是特朗普的计策。你找这些人给他当这个助手，特朗普才能集权。几天这一阵子，特朗普似乎是在传神贯注的聚精会神的在压乌克兰，压欧洲。但是我想很快，要不了2天特朗普马上就风向一转，开始压俄罗斯，甚至要压某些国家参与。但是你得去劝普京赶紧接受这个条件，对吧？你有这个义务。是我可以说这个由于俄乌双方差距太大，想实现停火太难。这种短暂的停火，实际上双方各自积蓄力量，过2年再大干一场。这种停火还不如不停，再打1年，让双方彻底的叫油尽灯枯，战争的动能彻底的耗尽。那个时候自动就坐下来谈判，对吧？现在双方都觉得自己还很厉害，谁敢让步呢？乌克兰是不可能让步那普京他都写进宪法了，他要让他也违法。所以特朗普即便这次让他停火，停个一段时间，要不了2年3年或者几年，那就要打一次更大的。欧洲他也不是吃素的，欧洲没准备好，那他这接下来2年3年，人家发展军备开始武装，俄罗斯他也要喘息，对吧？现在国内经济一团糟，他也需要休息，继续这下子来自更狠的。这个拉夫罗夫已经放话了，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做出领土让步是不可能的，所以还要打。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